花丝啊，花丝叠加啊，迄个。我咪讲明，迄拢有听着。应该你知我捌。你像你阿听落去。好来，时间到啊，咱先来祈祷。天父天父，感谢你的恩典，阮会当透过网络搁一届组织，阮今仔日要来伫路德记第3章的经文来分享。阮看见伫路德甲波阿斯的关系会进一步。阮要伫这个内底，也要搁较深入来了解你透过路德记所要传达的话。你互阮看见波阿斯伫济处理代志的顶悬有伊的处事，甲伊所接受的界线。阮恳求你，互阮有属灵的智慧。阮也继续为着现代疫情来献上祈祷。阮的加州这个疫苗的注射已经达到差不多17-18%，但是还阁有济染病的病例来出现。求主你继续来保守，来看顾阮。阮也搁一届将今仔日阴暗组织的时间献上阮的感谢。你甲阮三甲伫地，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好，今仔日这幅图吼，就是今仔日这个第3章的重点啦吼。这重点当然经文所记载，亲像这幅图的这个情形有无共款角度的神学家的论点吼。咱伫这个所在要来看啦吼。来，第一个就是讲开始的时阵，咱伫圣经的经文。看见到这个拿俄米来讨劝路德来改革吼，这个代志并毋是拿俄米带路德倒来伫伯利恒了后，才忽然间想到的代志吼。咱若倒转去看第1章吼，其实拿俄米本来就已经有徛伫这个角度在思考，就是讲。圣经学家会建议讲可能拿俄米本底就是真熬替人想啦吼，所以伫第1章咱就看见讲，伊考劝2个新妇来离开，离开的原因是啥？是讲因还阁少年，因会当阁改嫁吼，因阁会当改嫁。所以用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讲拿俄米伫心肝内底，伊本底就会去考虑到这少年的新妇。因的将来的需要啦吼，所以伊伫这个所在当然真有可能，因为有看到这个一个有可能会出现来成做亲人的这个波阿斯啦吼，所以这个想法会更较清楚啦吼。这个伊考劝伊的2个新妇倒转去，原因就是要来搁再嫁吼。所以这个就是伊真想要办法来甲伊解决。伊不但是一个寡妇啦吼，伊搁无法度
年老啊，就算佫会当生吼，嘛无法度来即个替因新妇来做遮个改嫁诶代志啦吼。有诶人认为讲，拿俄米足早知影波阿斯诶代志吼，但是基本上即个想法有小可冲突啦吼，就是讲，假使伊若早知影早有迄个想法，伊就免要求两个新妇拢总转转去啊吼。所以伊对伊诶前途到底是安怎？其实咱爱倒转来伫第一章看吼，伊会通讲是一个无有五望诶人吼，无有五望诶人，所以伊伫迄个所在才会苦劝两个新妇来倒转去吼。过来当然，伊要苦劝路德来改嫁，就是拄则所讲诶，已经看到一个波阿斯诶出现，互伊迄个无五望诶心。染起一个五望，所以伊路德有改嫁时阵，即个家族才有可能有延续啦吼，就是后代吼后代。咱会当看见即个路德所出生的所在叫做摩押吼，摩押就是路德甲伊的查某囝发生错误的代志，迄个错误是为着要延续后代所发生的错误吼。伫即个第三章，咱会当去看到即个记载内底有两个即种的tension伫即个内底吼，就是讲两个人的想法拢是共款，要延续后代。拿俄米有一寡建议，路德甲伊的查某囝，因查某囝做的代志当然是错误的吼，所以得罪上帝离开吼，就行做一个外邦的所在去吼。这咱连伊会去讲到即个部分吼，会较清楚来讲一下吼。过来就是讲归属啦吼，就是讲拿俄米要求两个新妇离开的重要原因，就是讲因会当找到一个新的归属，但是即摆有一个新的归属会当出来吼。所以咱伫第20开始诶看诶时阵，会看到拿俄米咧讲到即个波阿斯诶时阵吼，伊。有诶圣经会讲买赎者啦吼，但是圣经用字吼无用买赎者，但是用 kinsman，kinsman 这是咧讲着亲属啦吼，伊用亲属，但是附带是伊有权利吼来代承受吼，来承受安尼所以有诶人就直接单甲即两个物件合做伙啦吼。你若讲去讲亲属的时阵，感觉讲较有第一个较有亲密的感觉啦吼。第二个就是讲，无一定是所有的亲属拢有买赎者，所以你若用即个即个原文直接去甲翻做买赎者时阵，通常会造成错误。比如讲到落尾，今仔日的经文落尾，咱会看到波阿斯甲即个路德讲吼，佫有一个人比我佫较有权利吼。你就知影讲，伊迄有迄个先后次序吼，有迄个先后次序。拿俄米的计划，基本上拿俄米的计划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计划啦吼，就是讲，拿俄米所讲的遮个，咱后壁要看到遮个代志吼，迄个危险性亲像啥呢？迄个危险性亲像阿伯兰未生囝，所以伊的太太当找夏甲来替伊生囝，吼亲像咱讲路德甲伊的查某囝，伊的查某囝讲即摆无后代所以因着想办法，迄拢用人的办法啦吼。所以这有一个足危险的物件吼，就是讲咱之前有讲着伫古早的妇人人酒灌了后，因无法度来过生活，两项代志会当做。一项就是咧捡人收成剩的物件，咱知影过去一年收一摆尔尔，吼，你捡会当食偌久，吼，其他的咧，这都有一寡问题会走出来吼。伫迄个时代，伫做工仔人，伫下昏时日头落山了后，因食暗顿了后，因真有可能着甲遮个咱讲酒馆妇人人有一寡交易的行为。这个有一寡危险性伫这所在，
有一派的新学家伫遮也讲讲较严格的一个提醒啦，对啦吼。所以伊讲叫罗德去清气伊家己啦吼。你知影伫田咧捡物件，当然是规身躯汗，所以讲伊着爱去清气伊家己。啊，伊叫即个罗德爱去伫坡阿斯倒落去休困了后，啊嘛倒伫伊的身躯边，然后倒伫伊的身躯边，伫圣经甲咱讲，着倒伫伊的骹下。啊，伫伊的骹下有诶圣经学家的解说是一种较亲密吼。你知影古早的人穿衫，毋是咱即摆咧穿衫吼。较古早的人穿衫是穿袍，内底无衫啦吼。一领袍，较有钱的，佫有外口的外衫，安尼尔定吼。所以基本上就是讲已经有真亲密的动作伫即个内底吼。所以咱会当，即会当参考迄个即章的第3章的第10节经文所写，伊讲我的查某囝，愿你得到耶和华的赐福，你末后会表现疼心比起初佫较大，因为少年人无论善者还是不有，你拢无军队吼。所以伊咧讲就讲，伫波阿斯的眼中，拿俄米是一个真圣洁的妇人。这咧代表啥？咧代表讲，迄个时阵啥物代志拢无发生啦吼。所以咱会当了解讲，伊迄个有一寡危险性，但是有迄个界线伫迄个所在。罗德真顺服，咱对第5节来看吼。第5节，罗德甲伊拿俄米讲，你吩咐的，我着去做啦吼。咱会当看见伫第1章16节到17节，伊甲伊的即个大家拿俄米讲吼，你要去倒，我着去倒；你住伫倒，我着住伫倒；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死伫倒，我着要死伫倒；你壮伫倒，我嘛要壮伫倒吼。意思是讲，伊完全要听伊的话，对伊来行安尼啦吼。好，过来伫第6节到15节的中间，即个代志，互咱求对即个摩押即个印象的中间，要对遐来诱导转来啦吼。咱知影罗德伊本身是摩押的查某囡仔，摩押的查某囡仔，因的祖先就是咱会若讲到摩押，咱会讲到罗德甲伊的查某囝乱伦所生的囝吼。即个情形伫罗德记内底，要甲咱对摩押的即个刻板的印象，迄个扭起来，扭伫倒位？扭伫上帝的道理顶悬，特别是要对波阿斯的作为顶悬。咱拄则咧讲，拿俄米对罗德的建议，暗时当波阿斯在休困的时阵，去坐伫伊骹边仔，迄是一个足危险的建议啦吼，足有危险性的吼。但是咱会当对波阿斯的信上看，有足无共款的物件。3个人物其实应该是讲3对夫妇啦吼，还是讲三组人吼，3组人咱来思考的吼。第一个就是罗德甲伊的查某囝，吼。第2个就是波阿斯甲罗德。第3个是耶稣的老爸约瑟甲玛利亚的代志。连咪咱来看这个对比吼，这个对比内底吼。伫第6节的时阵，咱看见罗德就照拿俄米所讲的话，就去田里内底吼，去田里内底。等第7节写讲，波阿斯食饱啉完心真爽快单倒伫迄个所在。这个场景作成伫创世纪19章33节。迄个罗德的查某囝甲因的老爸灌醉了后发生的代志。你知影，就是讲食饱啉酒完倒伫遐，一个查某囡仔甲伊亲近，迄真有可能发生代志吼。虽然是安尼，但是伫波阿斯食饱啉了，在休困的时阵吼，
血粉伫迄个麦仔堆顶悬，也是讲咱讲工作场所倒落来血困，路竹是倒伫迄个磅空内底，因拢是食饭了后咧血困的这情形。然后咱看到路竹倒落来，照老米的建议，英文讲爱掀开伊骹顶悬的被，到底是有被啊无，还是伊的衫？这咱唔知影就是照圣经讲，揭露他的脚，躺卧下去啦，揭露他的脚，你也知影衫是掀起来，咱知影过去的穿袍子内底是无的就是空的所以伊伫遮。这个是一个咱咧讲的很危险的动作，但是到落尾咱所看到是讲，伊简单是倒伫遐，甲波阿斯倒斗阵咱连去看到路竹要求波阿斯的代志来看的时阵，咱会知影讲其实路竹无做甲亲像拿俄米建议遐尔透彻啦特别再来是讲，路竹伫波阿斯的身躯边倒一段时间了后。困去的这波阿斯，才醒起来看到边仔有人拄仔惊着伫这个惊着的中间，因开始有对话，对第9节到第13节这个中间，咱就看到因两个互相的对话啦当然，这段的记载迄个情景，就甲路竹，互咱对路竹的情景扭出来路竹因就发生足无应该的代志了后。但是波阿斯伫遮，伊有遵守迄个分寸，而且照因迄个时阵的圣经，也是讲摩西的诫命来去迄个做迄个规范来做伊无咱讲趁人之危啦伊对伊来讲，路竹是一个受伊怜悯的送乡人尔嘛无啥物身份也无先生当然，伊嘛当为所欲为，我想绝对有可能啦但是伊无安尼做不但安尼，伊嘛搁温台路竹亲像伊用过安尼咧做，搁互伊摕物件倒转去摕物件倒转去。波阿斯第一个先来问讲你是啥物人，因为拿俄米交代伊爱甲砍头砍面，莫互人知影，莫互伊知影讲伊是啥物人了后。路竹就甲讲，我是你的女婢我是什么人安尼第9节较趣味的，就是路竹伫这个所在，甲波阿斯讲一句话啦伊讲，请你用你的衫遮砍你的女婢啦请你用你的衫来遮砍你的女婢。意思就是讲，有可能路竹根本就无掀伊的衫起来。所以有迄个界线有收掉的有收掉的伫这个所在，咱会看伊讲波阿斯也有真正面甲伊回复伊讲我的查某囝，伊得到上帝的耶和华的赐福，你末后的表现的疼心比起初较大。末后比起初较大，起初是咧讲伊对拿俄米。末后是伊对伊家己甲对波阿斯的疼，就是讲迄个界线迄个界线，因伫遐无超越着迄个无应该做迄个界线安尼所以波阿斯就甲讲你毋免惊你毋免惊伊嘛甲保证啦我应该爱做的我一定会去做啦照你所讲的伊讲。本城的人拢知影你是一个真贤惠的女子，贤德的女子所以表达讲伫迄个波阿斯的眼中，路竹的品格是真高尚的，嘛真有可能咧表达讲，迄一暝因无发生任何代志有几个线索，就是讲拄则咱咧讲遮的，包括讲路竹。请波阿斯用衫甲砍的，这个顶遮的搁伫后壁，咱看波阿斯伊的咱讲人品伊甲讲安那？伊甲讲我若会当做，我绝对做但是讲有人比我搁较亲甲恁的关系搁较近，搁较亲所以基本上
伊是毋是有权爱看迄个人诶决定，吼，爱看迄个人诶决定啦，吼。但是呢，虽然安尼，伊犹原请罗德继续倒伫个身躯边，啊，咧表示啥？表示伫即个规范以外，普阿斯伊本身也真意爱罗德，所以甲伊做伙伫遐倒咧，吼，伫遐倒咧，迄个表达因诶迄个咱讲私人诶感情诶部分啦，吼，伫遮内底吼，所以因伫遐做伙伫遐休困，然后呢，爱闪避迄个人诶眼目啦，吼，伊讲莫互看着啦，吼，莫互看着。啊，莫互看着是咧保护啥物人？其实伊咧保护路德啦，吼。咱搁倒转来看吼，伫波阿斯诶眼中，路德是一个品格足好诶人，所以伊毋望莫互伊因为甲伊倒斗阵，啊，互人感觉吼，啊伊啊，即个路德是安尼无啥正经诶人诶，吼，安尼。我用即个约瑟甲玛利亚诶代志。当天使甲伊讲，玛利亚已经有身孕啊，伊无想要互伊受到侮辱，是要暗生甲伊休去吼。所以拄则牧师咧讲，即三组人咱来看吼，就是讲有迄个咧预表吼，咧预表耶稣基督诶迄个救恩伫即个所在，所以因照迄个规矩来。约瑟嘛是一个足照规矩来诶人吼，但是老尾天使甲伊启示了。伊就遵照主诶命令，甲伊带过来，吼，甲伊带过来。好，所以莫互人看起是基本上是咧温台路德啦，吼。啊，毋是干那安尼尔，嘛搁互伊6个粪基诶麦仔，互伊摕倒转去，吼，亲像迄个第一届安尼共款啦，吼。啊，6个粪基到底偌济，咱无法度知影，但是咱知影讲应该是介济啦，吼，应该是介济。所以第16节到18节上落尾遮的时阵，咱看见讲路德转去到厝里了后，当然拿俄米伊就真好奇啊，咧问啊，路德也甲伊所经历的代志拢甲伊讲啦，吼，拢甲伊讲。所以伫即个所在，伊嘛甲伊的大家讲吼，伊迄个普阿斯吼，讲这6个粪基的麦仔吼，是要互你的吼，毋莫空手吼倒来安尼吼。啊，第18节的时阵，18节的时阵，拿俄米就甲路德讲：“我查某囝，你安静听候啦，吼，安静听候，直到你知影代志怎样了来解决吼。因为迄个人今仔日无甲代志办好势吼，绝对袂煞啦，吼。所以拿俄米本地对伫第一章真绝望的情形，倒转来到遮的第3章，你会看讲，哦，伊不但是安尼看到一个亮光尔定，伊阁对即个普阿斯所做的代志，伊感觉普阿斯会绝对会实践伊的承诺，吼，承诺伫即个所在，吼。所以咱看伊讲，拿俄米是对一个谷地内底，佮爬起来迄一个信心，伫即个所在啦，吼。大概咱看到即个第3章，大概是咧伫即个内底吼。所以第3章，伫我家己的一个领受，就是讲，第3章要甲咱对迄个摩押的迄种歹的印象，带转来伫借着普阿斯。来看见着耶稣基督迄个救恩，借着人甲上帝迄个同工，甲伊迄个界线的接受吼，即3组看起来，咱就会当知影真清楚吼。徛伫迄个上帝角度，徛伫迄个注意着对方的即个需要，也是讲伊迄感受吼，伫普阿斯所做的代志，甲约瑟所做的代志。然后伫即个世系中间，咱看见讲，就接到对耶稣基督安尼吼。所以对伫犯罪，因为上帝恩典，对伫无望开始有信心，然后看见耶稣基督的救恩吼。即个线是真水的一条线啦吼。好，今仔到遮。